近来一首老歌在对岸被小学生重新创作后翻唱，没想到短时间内引起不少回响。原本当事人保持着好玩心态，直到考完试后媒体到校访问，才知道自己创作的歌曲突然火了。而以小学生为主的 MV 中却出现个超级大小孩，也成为独特亮点。这首1999年发行，由李宗盛作词，并与周华健、黄品官共同谱曲的。最近比较烦，近20年后被杭州小学生张逸晨改编创作，加入作业做不完，还有钢琴、吉他要弹，妈妈每天嫌我动作太慢等用词，更贴近小学生每天的日常。张逸晨的母亲受访时表示，儿子从小就喜欢创作型歌手，像周杰伦、李荣浩、薛之谦等等。当初听到这首歌很有感觉，但对歌词无感，因此把中各种情境填入歌词中加以改编，就成为现在的版本。他回忆当初儿子也不知道这首歌红了，是等到学校考试完，有媒体到校采访，才知道自己创作在网络上被广为流传。而 MV 中的超级大小孩，其实就是张逸晨的老爸张博，因为歌词中需要个低音者，小朋友不适合，因此找来张逸晨父亲帮忙，看他表情就知道不愿意。大部分拍 MV 出包都是他，例如唱错歌词、抓不到节奏等等。但因为也穿上小学生制服，明显大了3号的体态反而成为 MV 中亮点。